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文傑新時代頻道，我係劉文傑。今集想同大家講講咧，特朗普佢扭屎忽花嘅影片曝光咗，瞬間咧佢嘅播放量已經去到成5000萬咁多，非常之犀利。而特朗普佢今次嘅亞洲之旅咧就結束咗啦，大家都知啦。但係佢喺今次嘅亞洲之旅裏面咧係勁嘆嘅，甚至乎咧係公開受賄。跟住就公開攞着數，跟住就公開食波餅，係咁公開溝女，公開去拗投資，公開去做好多嘢。你睇下呢啲就係美國嘅政治啦，係明攞着數，明收片咁都得嘅。呢啲政治係咪真係好？我真係唔識答你。簡單嘅點，我哋請一齊睇一睇。喺影片開始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啷啷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好，大家好啊！特朗普嘅亞洲之旅咧就已經完結咗。但係特朗普咧喺亞洲之旅一開始嘅時間咧，已經有啲好嘢出咗嚟㗎啦。呢個好嘢咧，仲要係喺叫做網上面係熱播嘅。當然呢個嘅好嘢咧，唔止即係佢唔止 show 咗一次，係 show 兩次。咩好嘢咧？咁樣就係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啊，喺亞洲之行第一站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落機嘅時候，咁佢竟然間喺度嚇摁下咁樣啊嚇，顯示自己好似即係叫做精力好旺盛啊，跟住仲好似好年輕啊咁樣啊，懶年輕咁樣嘅嘢啦嚇。跟住咧就喺度跳舞啊，俾啲網民咧就話佢扭屎忽花咁樣，都真係扭得幾係咯。我淨係見到佢，因為我淨係見到佢屁股啫，係啦。喺一日裏面咧，呢個播放量咧已經去到半億，係5000萬次㗎啦。而家已經過億咗㗎啦。咁當然啦，佢喺第三個地點啊，係第三個地點韓國嘅時間咧，佢亦都係咯扭過一次屎忽花嘅。但係嗰個嘅叫做播放量冇咁勁嚇，但係都好勁㗎啦，好犀利㗎啦。嗱，當時咧佢係一落機去到馬來西亞，一落機嘅時候咧，佢就走落咗佢個總統嘅專機嗰度。然後咧就同馬來西亞嘅首相安華會面，跟住咧佢就走去紅地毯側邊，見到有啲樂隊咁樣，最主要係有好多靚女咁樣啊，及住個靚女望住前面嚇，靚女跳乜佢跳乜咁樣喺度扭咁樣嘅嘢。根據咧馬來西亞報道就話啦，特朗普嘅經濟顧問啊，布魯斯維茲咧。佢就喺呢段嘅跳舞片出咗嚟之後嘅第二日，喺 X 即係 Twitter 上面發文就話啦：哇！呢段嘅視頻正咯，喺特朗普團隊嘅官方嘅 Instagram 嘅賬戶裡面啊，好短時間已經係點讚破咗過百萬，觀看嘅數字係超過咗2150萬。喺 Facebook 嘅面書裏面，亦都係有1710萬次嘅瀏覽量嘅。而喺短視頻嘅媒體裏面 ，TikTok 即係抖音裏面咧，亦都獲得係上千萬嘅觀看人次。加埋咧就話啦一日之內咧就已經有成5000萬嘅播放量啦。當然啦有好多媒體報導完之後咧。日零兩日嘅時間加多已經係過咗1億嘅叫做播放總量啦。幾犀利嘅。講真啊，即係一國之首仲要係全球2大經濟體系之首啊。當眾扭屎忽花梗係多人睇啦，係咪先？但係佢個柴仔點咧？其實呢啲咁失態嘅動作咧。就唔應該係覺得咁開心。但係佢個柴仔布魯維茲就話啦，
阿特朗普係世界嘅領袖啊，好嘢！除此之外，佢仲係社交媒體之王啊！我喺度諗，你咪寫錯咗咧？你話佢係社交媒體之王，你不如你話佢係社交舞之王啦，係啊，嘣嚓嚓嘣嚓嚓，佢都跳得幾好㗎咁樣啊！然後咧，跟住美國總統嘅特別助理兼通訊顧問馬丁轉發咗上述嘅推文之後咧，跟住咧就再擦鞋啲咁講，哇！一個比一個擦得勁，佢對鞋其實唔係講笑，會唔會爛㗎？係咪2日換一對㗎？咁多人擦啊！佢話啦，咁呢段嘅視頻裡面咧，就展現咗特朗普同嗰啲即係代表們嘅議程活動啊。佢話跟住特朗普呢8年啦，咁啊亦都話呢一段影片係佢至今最喜歡嘅視頻啊。咁你應該係冇睇過，即係佢同愛潑斯丹去玩嗰啲啫，同埋佢去叫谷谷嗰啲啫。可能你睇完之後，你會俾佢嘅雄風折服咧。你問下佢攞嚟睇下啊嘛，你真係咁快下定論都有嘅嚇。咁咧就唔少嘅網民咧就都好擦特朗普鞋嘅，咁因為咧唔擦特朗普鞋嗰啲嘅留言咧都已經係俾佢鏟晒㗎啦嚇。美國係一個民主國度，OK， 所以得返啲讚佢留言啫嚇。就話特朗普展現咗真情實感 ，OK。跟住就話平易近人嘅特質嚇，係咩？好啦嚇。咁特朗普咧就去馬來西亞，就因為要參加個東盟嘅峰會啦。咁參加完東盟嘅峰會之後咧，就去咗日本嗰度去訪問啦。咁你不如話喺日本嗰度更加親民，正確啲嚟講嚇，係更加親女式，係咪先？咁啊，俾人哋大送波餅咁樣，你話幾正啱唔啱啊？咁講真，即係我都有少許失望，就係我早前嘅直播都講過，就話即係我見到高市漢苗佢唔係攬住我哋嘅習大大，唔係送習大大啲秋波咧，我係有啲可惜嘅。當然啦嚇，即係佢送嘅話，我哋嘅習大大啦，唔使。冇黐埋嚟，即係可能咁都唔出奇嘅。咁但係佢即係我哋拒收還我哋拒收啊，你送還你送啊嚇。你咁醜似薄皮嘅，你淨係崇洋搶，唔係你淨係崇洋媚外嘅嚇。咁係咯，你真係咁唔公道嘅，係咪因為美國掟個核彈去你嗰度，所以你就咁對佢哋咧？咁冇嘅，遲早我哋中國都可能掟粒去你嗰度噶啦，咁崇洋呢一樣嘢我係失望咯。OK， 咁咧特朗普呢個亞洲之行咧，可以話係又食又拎又爽嘅。首先就係啱啱講過嗰個嘅高市漢苗啦，咁唔係早苗，早苗係。咁首先就係喺日本嗰度就食咗好多波餅啦。淨係食波餅都食飽啦，唔使食啲咩魚生啊、薩士味啊嗰啲啦，唔使啦，淨係食波餅都食到佢真係好懵啦嚇！你見到佢食完波餅之後，成個男人翻晒嚟啦，真係。咁佢喺亞洲之行裏呢一個旅程裡面咧，就瘋狂地攞着數，基本上係公開收賄嘅。咁佢喺東盟嗰度見咗好多唔同嘅叫做東盟元首啦，咁跟住咧又達成咗幾個咩貿易協議成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啦嚇。咁喺東盟呢個嘅叫做亞洲之行東盟區嗰度咧，咁比較少啲報導嘅，咁但係原來咧佢都係嘆到盡嘅，係啦，有好多嘅禮遇啊成啊等等嘅。美國媒體就話啦，阿特朗普喺呢個東盟之行裏面咧收穫好豐富，咁亦都認為咧沿途嘅亞洲國家咧好多個國家咧都諗住通過高禮遇同埋象徵性嘅姿態去贏得異常重視喺公開場合裏面獲得他國尊重嘅特朗普嘅好感。總之
你係即係叫做點樣擦佢鞋咧，佢就會即係覺得好開心，咁啊唔會收到你關稅咁樣成日等等嘅。但係呢一個嘅諗法咧係錯，即係當佢見到我哋習大大係睬佢都傻嘅時候咧，然之後佢就親自減我哋關稅，減到係咯，減到佢自己都唔相信嘅時間。咁其他嘅國家咁樣送秋波俾佢發，或者送啲咩俾佢發，其實都係徒然嘅。OK， 美國嘅政治報導條就話啦，今日特朗普所乘搭嘅總統專機咧，喺飛到吉隆坡之前就迎嚟咗馬來西亞嘅戰機護航嘅一個禮遇，跟住仲要係落咗紅地毯，仲要一落機竟然間係獲得當地嘅元首安華去接佢機，呢個係我覺得揾個副嘅接機就已經夠啦，揾個最高領導人去接機，我覺得有啲過咗態其實。咁當然啦嚇，咁我哋習大大最尾去到韓國嘅時間，咁啊特朗普嚟接我哋習大大機啦嚇，咁啊有冇過態咧？冇，因為佢有求於我哋嘅習大大。係咪？咁當然可能安慰都有求於佢啦，我唔知啊嚇。咁跟住咧就喺東盟嘅峰會期間，特朗普唔單止同喺泰國同柬埔寨就簽署咗一個咩進一步嘅和平協議，裏面咧就做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見證者嘅身份。仲一年咧就同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咧，就達成咗好多項嘅貿易協議，所以美國媒體嗰度咧就報得係非常之開心嘅嚇。咁當然啦，特朗普都好開心啦嚇，因為咧佢咁樣嘅話就佢哋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又係可以再近一步啦，係咪先？咁佢就可以話啊，我又達成咗啲和平協議啦，我見證者嚟嘅 ，OK，佢哋唔打仗都係因為我世仇禁住咗都係因為我咁樣嚇，所以我就話啦，今年佢攞唔到諾貝爾和平獎，但係出年佢應該會攞到嘅。你記住我呢個預言啦嚇，可能得我預言中嘅啫。除此之外咧，高市早苗咧亦都係準備冇讀錯個名今次啊，準備咧一項係包括採購福特F150農夫車在內嘅投資計劃啊。講真，你日本都做咁多車。你使鬼去買嗰啲嘢咩？咁因為咧，特朗普早前咧就對日本買唔夠美國車就做咗個抱怨，唔買我美國車啦，所以造車大國日本都要買翻美國車去做翻一個嘅回應。而特朗普今次嘅訪問亦都係日本嘅德仁天皇早前留意到特朗普去英國嘅時候。訪英嘅時候對溫莎堡面露嘅喜色，先至咧就係發出一個嘅邀請嘅啫嚇，應該心情好嘅，請你過嚟啦 ，OK 嚇，咁啊食下最出名嘅秋波啦咁樣咯嚇。報道裡面就引述咧美國嘅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嘅資深貿易家賴恩斯嘅分析就話啦。相比其他嘅集體會議嚟講咧，特朗普更加係中意雙邊會談。例如佢喺早前嘅七國集團 G7 嘅峰會裏面早退，佢亦都係冇參加到 G20嘅20個集團高峰會。佢認為咧集體會議咧係唔好嘅。點解咧？因為咁樣嘅話就會俾其他國家提供一個聯合起嚟對付佢嘅機會。但係如果雙邊會談嘅話咧，咁佢就可以係好用力咁樣嘟個腦嘟就嘟個腦嘟噶啦 ，OK？ 咁可以佔據一個主導嘅地位，佢甚至乎佢覺得佢可以控制到對方，咁亦都唔使俾人鬧啊，佢唔中意俾人鬧咁樣，咁都係嘅。你睇下一對一，你睇下阿高市漢苗係咪好似久旱逢甘露咁樣係嘛？咁啊即刻就揦到實一實啊！咁我覺得佢都真係會好嚮往呢個感覺嘅，係咁，所以就嚟緊，我相信佢嗰啲咩 G7 啊、G20啊嗰啲咧，佢都會影完相就走噶啦，跟住就都係單對單傾噶啦。咁嗰啲咩女嘅首相啊、女嘅總理啊、總統啊你哋就要係識做啦。
見到今次高市早苗嘅動作咧，我相信你哋應該識做啩，係咪？特朗普相信你都識做啩，係嘛？我唔知啊嚇，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你點睇單嘢？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喺影片完結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啷啷掣，揀咗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我哋下集再見，多謝大家，thank you，拜拜。